全台湾无到过出世的婴仔比率，即马已经超过10%。要照顾这款早产儿，这所费可能是一般囡仔的4倍以上。今仔日真侪立委甲早产儿的基金会就来开记者会，支持照护津贴的制度，让这个囡仔拢会当健康大汉。你看着他，你真的不晓得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留下来。 那他就被送进保温箱了。送进保温箱以后，是全身插满了管子。立法委员苏卡辉讲到，家己的第二胎是一个27礼拜就出世的早产儿，心情也是有淡薄激动。七七立委参早产儿基金会举办记者会，指出台湾的早产儿比例一直在提悬，呼吁大家要关注早产儿的议题。早产儿的出生比例却是不降反升，在这10年当中有微幅上升的趋势。像2021年的时候，比例大约是10.61，等于每10个新生儿当中就有1个以上是早产儿。立委指出，早产儿凭一般满月才出世的囡仔，需要更加侪资源照护，包括营养的补充品、自费的药物、用品等等，开销拢比一般的囡仔悬真济。立委认为，政府若互这个家庭更加侪津贴补助，就通互新手爸母加生更加迟。一个早产儿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平均扣除健保已经支付的，平均都要10几万以上。早产儿是足月额的4倍以上。虽然现在在出院之后可以跟各县市政府申请这个补助，但是都是要在出院之后拿到单继续申请。那等到出院才给他，其实他们很多人口袋并不是那么宽松。守护早产儿，支持早产儿养育照护津贴。这立委甲民间团体协作会发出口号，支持早产儿伫出世的时，就通有津贴减轻家庭负担。11月17世界早产儿日也要到，早产儿基金会推动线顶的联署计划，望大众斗阵支持早产儿津贴政策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